父母在，人生尚有来处；父母不在，人生只剩归途。我好喜欢我是客家人的感觉，因为我比人家多了一个人家不知道的语言。我只要听到讲客家话，我就想跟他讲客家话。汉人哦，那里汉人啊，在屏东呀，没有你的哦，写做个哦，写做公某中用哦。我讲的好不好？不然他们自然而然就会讲客家话，平常什么都可以聊。客家话，它就是一个我打从出生到我一直不断的长大的过程当中，一直不想放掉的事情。语言就是一种沟通的工具，当没有人讲的时候，它就会越来越少。乡村、农村开始人口流失的时候，你剩下那些年长的朋友，家里没有别人，跟谁讲？它是一个生活习惯，如何让它从生活里面扎根？我们到底该如何面对一个语言对我们带来的影响？如果它跟我无关痛痒，我干嘛要学？这样讲好了，它如果一旦变成了课程，一旦它成为了教育体系，学期结束前，老师就问你哦，他问的题目是当场出的哦。哦，我想去屯海嗰个去台北了，可能会去101嘅姥姥啊，有青岛或是那种东西。想去流当那个水果的时候地方，可以看到台北果园的地方，可以看到林口呢，哦这一类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中间对答用客家话。如果他不懂，他怎么讲？他一定要进入教育体系，一定要成为系统，一定要有要求，然后让他从生活中去实践，要不然语言推动不了。那时候我有问阿婆说，为什么你不教我们？她说，因为想要方便跟你们沟通，所以变久了，其实到我这一代，变成是我连听都很少了，更何况讲是完全没有。就是因为我有问阿嬷说，可不可以教我一些客语？因为我有跟大家说我是客家人，但是人家问我说，那你会不会客语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，我不会客语耶，那我到底是不是的感觉？其实会有一点的话，感觉对自己也比较好，跟长辈沟通起来，对，可以让他们开心，我觉得也不错。我的团员蔡正，我得知他是客家人，然后我就会说，那你会客语吗？那你可以教我几句吗？就是我也想要学，说我可以讲什么，然后回家的时候，我可能可以跟我阿婆讲说，我学到了什么客语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对谈。其實我完全唔會講嘅。一開始我學客家嘅時節，係因為我想我去參加一個客家歌曲嘅創作比賽，我就寫一首歌嘅，這首歌嘅嘅歌詞。係我朋友聽訴我去翻譯嘅，我唔會講啊。嗰陣我就想講好，做得來學嘅學客家安尼。還有我知道透過客家接到嘅條路一種嘅條路為老我本我去想講，我對客家文化都有興趣。我老客家還係講客家文化之間有乜嘅關係？成不？係講老客家文化連嘅動層嘅話你就會有年嘅想愛去學客家嘅通力。語言係超重要嘅，冇語言就冇客家語。唔曉得講客家，客家嘅文化嘅內涵。就冇按清楚，因為人講嘅語言係文化嘅載體啊，即係唔要講客家，唔曉得講客家，唔用乜嘅標準來認同自己嘅客家人。我要鼓勵大家人嚟講客家，鼓勵後生人講客家，鼓勵喺你族群也嚟學嚟了解嚟認識客家話，認識客家話就會認識客家啦，講客家人就對。重新有一個新的聲量出來，繼續來學啦，也學唔會慢，任何時候我來學法客家話唔會慢，只要你學。雅雅卡比，你會說客家話哦？當然啦。希望看那一片
哪一个？事事讲哈，傻傻讲哈。讲就错嘅。